近年嚟大力咁樣推動中醫藥發展，上個月更加迎嚟2個重要嘅里程碑，包括香港中醫醫院正式投入服務，以及政府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，標誌住香港嘅中醫藥發展進入咗新嘅階段。喺服務硬件同埋規劃齊備之後，下一步嘅關鍵在於提高市民同埋醫護人員嘅中醫藥健康素養，等治未病嘅理念真正咁樣融入日常生活同埋唔同嘅醫療場景。而呢度所講嘅健康素養，指嘅唔單止係認識中醫理論，而係識得應用呢啲知識，從而可以更加主動咁樣管理健康、預防疾病。今次嘅報告將會聚焦喺4個優化方向，包括第一，強化政策參與同埋評估機制，為中醫藥發展提供數據支援同埋更加精準嘅方向。第二，以市民嘅健康需求為導向，深化跨專業協作，提升中醫藥喺醫療服務當中嘅角色。第三，優化醫護人員嘅培訓，促進協作嘅同時，加強醫護人員嘅中醫藥健康素養，以及最後加強社區推廣同埋校園教育，確保中醫藥嘅文化可以得到更加廣泛嘅傳承同埋應用。循住呢4個方向，香港就可以建立長遠而又可持續嘅中醫藥素養提升體系，等中醫藥嘅智慧融入醫療場景同埋日常生活，成為健康香港嘅核心支柱。